什么？你们混蛋了！在这里你能起来，要是背，滚！走你们的此去，不许！阿爷，偷去曾大爷的小姨子，是背着府里那股粗担子的。要是有一点风声传出去，那我可就吃不了肚子走了。幸亏我要不然呀，海奶奶教你海奶奶教我。来往参见奶奶。来往在。我听说这些日子你辛苦得很呐。未必奶奶，奴才没有什么事。没有什么事，你儿也曾天成夜的不回家，你还能闲着吗？禀奶奶，奴才做的都是奴才房内该做的。房内该做的，见你儿也才玩弄过新人，也是你房内该做的吗？这还不经我跪下讲？是未必奶奶，这个是奴才天天在二房上听差事，怎会知道二爷在外面的事？你只算是不知道，你要是知道了，为什么去拦别人？不许谈这个事。你来王，你要是真知道什么，谁告诉奶奶，不要叫奶奶生气。我说未必奶奶，这个事奴才真的不是十分明白，只是昨日听星儿和希儿在哪里舞色，就吆喝了他们两句，其中的讲情嘛，为请奶奶问星儿，他是做个二爷出门的呀。哼，你们这些没有良心的王八崽子，都是一条藤。好，我再先问星儿，你也不许走开，问明白了他，回头再来问你是。我叫星儿，我叫星儿，我叫星儿。星儿，哎，奶奶叫你。来啦！参见奶奶。好心儿，奶奶，今你儿夜盼的好事都带我实施了吧？这个怎么？要来王告诉你怎么说吗？你就教他怎么说吧。是，星儿啊，这个事我们早就该告诉奶奶了。奶奶刚才跟我说了，这个事本来就不与我们有什么相关。我们告诉了奶奶，奶奶就会烧死我们。要是我们再磨着，不就是刀不是脑袋，也对不是奶奶平时对我们的一片好心啊。奴才不知道奶奶问的什么事啊？笨奴才，尽说万贯狡辩，看来不仅你上帝厉害了，你难讲真话。见我自己当20个嘴巴。慢，让他自己当，等一会，当你自己都累不起。当。二爷才玩弄了什么样的心儿奶奶？奶奶问的原来是这个事啊！哎呀，奶奶，请奶奶说，奴才再不管这个事的话了，请奶奶说。奶奶，那一日迎着他也来车上，用过儿一路是没把二爷打帮，是一个女人真塌方，脚下温水好，哎呀好，冤家二爷做二王，二爷听
得新发坊，寒家具，龙戏猫，不曾三色去成亲。哎呦月亮呀，到时今生外落家遇了雨。你是什么？其实万事呀母，小子模样。什么？他已经身外有孕了，梦听此话，心醉了，只叹万劫的心肠。用儿后来报天担，这事都是用孤儿一个身体里好也判的。不是的，关于曾大爷、曾大奶奶一道帮忙。恰原来关于家珍在压堂，张家太亲的事就是曾大爷、曾大奶奶做的。什么张家李家的？哦，这位新二奶奶原是从小就许了曾家，那时名叫张娃，如今穷得只好讨完。曾大爷、曾大奶奶就许他一些银子，他就答应退亲。曾大爷、曾大奶奶这种福利把新二奶奶送过来的。当哪儿送来的？曾大爷的福利。他是正当福利的什么人？这个，哎呀，奴才该死，把一句妖精的话忘了先说啦。这个新二奶奶的妹子，还有奶奶姨妈的妹子的奶奶的妹子，是明白的。哎呀，这位新二奶奶是曾大奶奶的妹子，姓于，生称于儿子。千段传梦难了想，心生今世郎，与儿姑娘。听到此歌与我苦恼翻唱，愤怒才和此时心慌。居在府外的不远，名叫花子乡。花子乡，天地地下中心房，官房当作死神一模样。你刚才说这个女孩子许过一个什么姓张的，叫什么名字？叫张娃。是在什么地方？家里还有什么人？是在东张娃家里只有一个老头子。这个张娃整天整夜的在赌场里混饭吃，也不回家里去。听你这么一说，你去过他的家，见过这个张娃了？曾大爷因为太亲的事，叫奴才去的。王玉累我一道去的。好啊，这才是我用出来的好人。是不是看你还有点怕去，得把你的腿当断了。从今时起，不许再过去。我什么时教，你谁什么时到。此一步，你试试看。不过，是。原来你也到那张娃家去过的。奶奶是在。哼，我才把心儿先交给你看着。是，要是再来了一点风声，奴才不管。滚！哎，是。谢奶奶。谢奶奶，谢奶奶，
好一个假证，于是竟把妹妹偷偷地塞进二爷，我叫生意所成所办，你将我的辫子逼我切了下去，我往西风，后事再过，怎样的情呀？为什么把知情安排？为什么要暗度陈仓，默默之于今天举门敲营他悄悄生下儿子来，巧回家连续儿呀来。听我不能生之子，名正言顺不全呀我杀死争风且出去闹开，一时间对了神失了态，终极门到何真？寻天去万事化成徒累起步空海，世事万绪尽成不知心肠悲，郑大奶奶亲血脉，她腹中有孕是王胎，老祖宗免不了月亮
平儿，平儿，奶奶，放在心儿的话，你都听见了。哎呀，弄来弄去，竟是一个死气人呐！好吧，神叫他们服气，不叫我们服你，你奶奶至于这份黑了啊！我们连个他花子香登门相亲，把他接到府里来治。不过你二爷也与家小过小才生，这件事还是禅师问是老爷太太和老祖宗呀。
不要把危机出失了。小妹，理所应当。平儿，奶奶，见过心儿奶奶。是。心儿奶奶。哎呀，不过奶奶一同轻松。哎呀呀呀呀！这可真要测试他了，他可是我们的丫头呀。平儿，奶奶，把礼物拿来。心儿奶奶，这边亲自早安，是奶奶送去你的。多谢姐姐。一点见面礼，妹妹不要见笑。平儿，奶奶，下去歇一会吧。是。这个蔬菜当以鸭子爱你，配得上妹妹。哎，妹妹，姐姐总归是富人家见识，这知道劝儿也在外保重身体，莫在外面拈花说泪。想不到这点慈心，恰被儿也为错了意，把我当成了年孙且处之人，他怎知我的心哟？委屈得知长烧香，真乃是福缘取得相无常，因此上劝孤儿也多少回，盼着他去儿方生暖定上我身于一旁。一番苦心苦撑丫头，妹妹是
更叫我心伤。夫上下妻子笑，巧是放着家。落得过几多年，真叫我的脸面何止忙一腔缘分不辞送，多得过不明不白。我曾于片刻所生归，我好心了心血，从不悔。为儿也为家家，管他心操碎，与谁家太严遭遇，独自了30岁，都不知那小城的罪，我成了凶神恶煞也插鬼，算命强放万间多不会。哎呀妹妹呀，倘杀姐姐真是鬼，怎能有我不中哎？倘杀姐姐真是鬼，今生何必
妹妹这样怜惜姐姐我就是死了也是明白了。妹妹，这个谈心句我不到永国府去应你。不瞒妹妹，姐姐已经在府里为你配下房屋，和我对门儿子。穿的、吃的、吃的、用的，都和我一样。从今以后，我们餐餐同席，事事担心，也好合心合意，规劝而已。姐姐，妹妹不是已经预料我们的儿子了吗？这可是我们家的大事哦。要是放妹妹在外头，夫人照顾，我这心里头也怎么故意的娶你？妹妹要是再不搬进去，那姐姐我谁要搬到这里来了？哎呀，姐姐，快不要生气，是小妹证明就是二奶奶把新二奶奶接进府去的，千真万确。二奶奶不但把新二奶奶接进府来，而且是三扎了外，风筝倒是无微不至。哎呀，奇了怪了呀！平日里只要对丫头们多夸一言，他就当着我的面扇他们两个耳光。如今这臭蛋子突然变成香玉饼了，哎呀，恐怕是好，给得好。此番公关胜利，得到了老爷的赞赏，自己又蹊跷么？我家里真是春风得意，好事连连呐！好事连连呐！好事连连。我看没有什么好事，二奶奶叫我到赌场上寻找新二奶奶的姐夫张华，跟他做一个好朋友，万不准走漏半点风声。这里头恐怕大有分赃呢。可葫芦里究竟长得什么样？谁还过问他半句？管他呢！快在20两的银子份上，就糊里糊涂的奉命
因子，顺便再到酒馆赌场，吃下外乐一番。往西风眼中不用一粒沙，此一番偏偏插进这一根，这一针扎得顺，这痴心的痛杀人，这一针扎得顺，黄连滚腾难腾身。脸色嘞半颜亮，将左小眼摇摇神恶气。事情办得这么样了？那张娃在赌场增生，我与他见了面，一顿吃下，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了。好，你最近也行。你立即去找那张娃，叫他到衙门去，进我们家里告上一场。告状？告谁的状？听着，第一场告二爷，你细听端详，此起话经理，你记在心上。一句白纸满心去往上，第二句一在长思成江话，第三句讲的太情太话，第四句引起再去理不当，第四句第二场告的是家珍家用，告他们挑唆做媒，气呀算了，气呀算了，都记下了，钱都记下了，说一遍借我听听。请二奶奶你再说一遍。听着，告二爷的事，白纸满清一再尝试将别太清定期再去，什么个事？什么个事？告
曾大爷为用果儿挑唆作媒，欺压两算，把过事都记下了，记下了。去吧。是，气愤了。哎呀，奶奶，你这样一搞，不是把我们二爷曾大爷用果儿一起受牢吗？谁是告我们家炒饭也不要紧，闹大了奶奶我子孙为谁生的子？去吧，我这就去。哦，妈，你到账房去300两银子，300两。等一会，你也要为我到菜园去走一趟。看着府中天经地动，看一看这大观园的权力在谁中？叫什么王熙凤？姐姐，酒已备好，好爷让我请姐姐过去同饮呢。妹妹，团圆聚。姐妹俩要多饮几盅，姐姐，请啊！哪里，还是妹妹请。不，还是姐姐先请。就叫起你了。大嫂放心，小弟绝不会对他不大嫂一番苦心啊！来，进去啊，行。二姨妹生举，我这样心，夫妻俩。哎呀，二弟呀，这件事嘛，装在愚兄弟预料之中哦。二姨妹，是你大嫂是做亲戚，希望她不可于情。你
将心，有英雄趁你的要来抵制你的后背心，待到姐儿家人死，西风的气息我要解三分。他要是凶，你先横；他要是骂，你先开声，等他的威风前杀尽。二姨妹胜利成功，成了荣府的当家人。二爷被身家高了，衙门口的差人到府传声，二奶奶请你去为父议事。告我的是谁？为了何事啊？告你的是新二奶奶的前夫，名叫张娃。什么？为的就是新二奶奶。什么进来？是。二弟啊，大哥，这二姨妹之事，你小弟不中所作。至今我瞒着老爷太太和老祖宗呢。事情张娃将我一告，老大夫节制，不但小弟要受责罚，哎，这怕二姨妹也要担着一张金牌呢。哎，这名字我是好嘛？啊，这个张娃，哎，虽然我儿子俩名字推了我，这还是要包起场来的。当初我就是知道不得，做不得，事情真的闹出事。不要啰嗦了，云儿啊，你去打听下这个张娃到底是怎样的搞法。不，我怕二姨真是二姨，娘，奶奶请你立即为夫，也请大爷大奶奶用姑儿一道前去。啊，那张娃不但告了二爷，我上面对上用姑儿和大爷一比，这个事都是你们爷儿俩挑唆的。事情二奶奶花了钱，把差人留在那边。对，二奶奶说了，要是你们不过去啊，他起是过来了。哎呦，怎么样？哎呀，不要做了，你这么好一儿的呀！你先回家去，当殿下花多少银子，玉兄姐你送过去。大哥，此事嘛，还是你去料理一套啊！哎呀呀，你怎么也这样胆小？那些男子汉的高家都没意思，真是。大哥，老爷，二弟，哎呀，哎呦，
他顺利吗？不理。不理，那你随请一边写成吧。好大嫂子！哎呦，二婶，息怒，请婶娘都把欢喜吧。呸！你往与连跟我说包话，你们余家的丫头没生要嘛，推着就往家送，天下的男生都失去了嘛。你们谁往家送，也要三媒六证整个体统才是。什么家小国小两层，小佛在身就把妹妹推的收进来，往家神来告我们，家官长长中都来生我切磋这个。去了这的葫芦，谁知道在老祖宗面前冒充银两，强把为民生往我的头上走。你们家到底做错了什么？你们要死害我！你小气啊！我明白了。我不知老祖宗几年的要成，十全套管我罪，做无耻背当。来，做人面前出端详，写下虚书记谁唱？唐僧母语，我说你谁跟我当衙门对一套？你就这样真的下人的冤枉的去，二婶，哎呦，二弟救命啊！夫人，好啊！你们把他天后来闯，杀人不见血泪淌，王熙凤曾了过国语名言于是切磋大王，将一口难讲，一言难说，一口难讲，一言难说，只好一命应付老祖宗最宝贝的就是你，你是什么？老祖宗就姓什么？而且弟妹在老祖宗面前，都是几句好话，都是几句好话。甚至老祖宗面前都是几句好话。啊！原来你们把老祖宗当成是我的靠山，你们算计我，为的是对付老祖宗。你说绝无此意，愚兄这里见你，跪下了！你们怎么还不跪下？快跪下！请奶奶赏脸啊！你们这不是一起来欺负我，心知面酸吗？老祖宗到！
家这些伤你哪里去嘛？跨把事情牺牲老祖宗，看你结成这个样子，快叫老祖宗去升堂来！快去升堂来！丫头报信，是官府差役上门拿人，为的是家里抢去了你的妹妹。想我家是什么人家，怎会做出这样无法无天之事？你们夸把什么情语？还不与我讲嘞！升堂到，老祖宗，你先还可以升堂评评气，再听我详详细细从头到尾的告诉你这桩喜事。什么？喜事？哎呀，可不是嘛！你在骗我！哟，三观在你老祖宗面前是荒谬哈！谁不知道我们老祖宗上知天分，下知地理，名策曲好，深深信于七股桥。我们老祖宗的心呀是14股桥。我要是骗老祖宗呀，那我的心要与28股桥了你。叫他这个苏平贼的丫头，叫这个平贼的婆娘也到一杯升堂来。快叫人家去升堂来！哎呀，去什么？我随他老祖宗的谁吧。扫把青云，随他做了二夫人，二爷为是要紧，我便接他进了衙门，弹灯他也笑不尽，再安排
远方把里这还说得过去，那怎么还有什么特情之事呢？妹妹云好不应，知否为婚娶故城，他夫家讨饭，呀都贫困，已经花钱退了婚。谁知神君官人，不告一场到衙门，我已经陪审当天是一分。哎呀，老祖宗啊，你谁欢喜喜，安安心心，欢喜喜，安安心心，等着跑众生。你今天是怎么了？谁不信我的话了你？爷叔爷句句是实，我们二婶啊，从来不是假话的。我可不大相信，这个粗蛋子为的人变得这么好，见莲儿娶上了这么漂亮的儿吧？啊，你不亲呀？与亲心儿奶奶。谢太婆婆。啊，快把手接老祖宗。奇贱的很，凤丫头，老祖宗，我可比你还俊些儿呢。哎，要是不比我俊俏，我还能替二爷去吗？聪明不如秦皇下，君
要是谁不像那林姑娘是这样不胖不瘦不高不矮眉清目秀娇小大方不见长这恐怕这大观园里帅不上老祖宗，今日这么一夸耀，妹妹才更显得俊俏了。贤不讲的凤丫头，一副黑脸张飞样，我都成了女张飞了。我年轻的时候呀，最喜欢看三国。这三国里头，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张飞。老祖宗是喜欢你哟。莫笑啊我这马一想，老爷快人与本当，叫一声神仙妇儿听我讲，今朝只是我家话，难得你爹娘姐姐成同框，与他连理总是老天他乡，也无妨。老祖宗，看你说的，我这点本事，还不都是老祖宗教的？老祖宗，妹妹在这里穿了好久了，也跟回去了。老祖宗，你再嘱咐几句吧。嘱咐几句，有的，有的。沈媳妇，如今你已是家家的人了，想我这永应良妇。是尊门的私立传家，男的讲的是孝悌忠信，女的讲的是德貌严公。你容貌虽算不错，这是这一个得势，必须小心才宜。老祖宗，让你再放心吧，妹妹这个德行好的不能再好了。我还要嘱咐几句，远房的事情需要等到1年之后，家小不小，和满之事，到时候呀，我可是要来吃这杯喜酒的哟。哎呀，妹妹怎么了？快快补下去。方才是我错怪了你们，现在先向你们赔个不是。老祖宗是不得，是不得。我还要接凤丫头传命，从今往后在二奶奶前面加一个言字。叶二奶奶，慢！还有一件事，虽是在老祖宗的头上，也要加上一个事。什么事？生日，眼神上头是生日。从今以后，我们得叫老祖宗，生老祖宗。好好，该轮到我讲了吧，凤丫头。听说你衙门那边已经打点过了，花了多少银两？也没多少，
爹呀能力带财神，不过1000两。哦，花了这么多银两。哎呀，少了我们还拿得出手嘛？说的也是。家珍，老祖宗，这1000两银子给由你拿出来。是，马上有儿子送过去。凤丫头，老祖宗，今日你名利上手，我盼得完成你的心吗？老祖宗，你来了，与我失了。婶婶，难得儿孙心啊，更难得出个别眼了。老祖宗。好一个二奶奶，可真有她的！被她这样一闹啊，她到了这个名利上手。可怜的倒是这位杏儿奶奶，本是个花为上都，学为肌肤的美人胚子，那经得起这一场惊笑，事情一病不起。二奶奶请来了吴太医为她治病，说不是太气，是淤血凝结，叫我咋样为他调治？哎呀，不好了！杏儿奶奶喝了药，肚子酸痛，太哎多下啦！呀，这是怎么一回事？哎呀，可是我买来的呀！怎么了？啊，哈子。暖奶，这一下我们都结了婚了。奶奶，不要伤心。我想一个人情一位，你先下去吧。奶奶，错身应付一场闹，一个个不随来娶了娘。老祖宗接生的转怒为孝，王熙凤得了个言为名表，小情人吓得一平当，红汤呀浅尝我情碎了，人不知来鬼不晓，一条孽种在不荒郊，生我在长夜路旁，困财人万贯来叫嚣。奶奶，他喜呀！什么大喜？这次二爷办事于公，老爷商量哈不来银子，还一个娶姑娘。什么娶姑娘？哦，就是老爷身边的那个大丫头曲童。曲童。
与标子与能关，能是为到水灵家花。老爷特地上家而言，马上就要过来了。哦，这可正是二爷的造化呀！杏儿，奶奶，老爷的丫头不能怠慢，你先好好的陪他过来。是。一个么死于来一个。曲姑娘，你快点走呀！哎呀，急什么呀？我总要一步一步地走嘛。我这不是来了吗？请进去吧。你就这样进去呀？那你要怎样进去？难道要二奶奶出来迎接你吗？看你说的，这是请我通报一声，你哪里也通报奶奶？一定得我就跟着进去了，要不哪过关呢？这也说的是，你等着。禀奶奶，曲姑娘到。怎么门儿太小进不来吗？听见了，司机进去吧。已经能听分得一生死黑，碰上他已是我心事未曾碎，跟随老爷夫年去，四配一两早宽腿，好生子弟要成罪，丁老爷呀，与他做一个冤对头。秋冬拜见二奶奶。罢了。你才是老爷上过来服侍二爷的。是的，奶奶。这可真不巧了，幸儿奶奶刚堕了胎，老爷心情不好，今晚可不能办你的事了，先委屈你在这几日再说吧。我说二奶奶，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哦，我的不是。秋冬是老爷上过来的，看在老爷的份上，也给照应才好。怎么二奶奶今天新二奶奶说话呢？不是秋冬乱说，作为新二奶奶的嫡媳，谁不知道呀？那孩子还不知道是姓张的还是姓李的呢？奶奶喜欢这种，我才不喜欢你。养孩子，谁
我白白胖胖的正宗小子，请奶奶看看。你今年多大了？17岁。年纪轻轻，难怪不懂事哦。亲奶奶是你国父，至今刚的他奶奶的亲妹妹，她本姓丁亲有生娘生，藏我心妻子见生他是你儿也心肠哟，新婚必须真才美。我于是多上3分黑，精算不言喷着黑，一岁年轻也风美，下平地乱落相思配，初子初夜一丫头，莫要逼我不中头，你定让我千句不能睡，不才了心奶奶，你的小命呀许。娇生，管他是谁的妹子，心的什么原因？快快闭嘴，不要叫二爷听见。奶奶。你亲奶奶守三关不退，月色也不像话了。你不做来还不行，为奶奶把今天中定，此所有计划坚持我的官将来说出来你莫要欺从他当年
啊，真本真官乱进出，他放我，他放我秋冬啊低头。斗了胎儿，讲，都用我讲。奶奶还要吃的这酸东西，我们不知道不好。啊，冰儿，见过你去动妹妹。啊，她是你老爷送过来服侍二爷的。哎，这可真不巧呀！得一天去碰上这事，真是可怜呀！啊，奶奶不是秋冬夸海头，不出3天，管教二爷他乖乖进我秋冬房。笑吧，笑吧！前生的今天，谁是你的明天？我曾少生冲锋严城里，他可来的真是时候。方才来往在这里捉鱼，记得相候。要是在外说出一言半句，叫来王，来王，二奶奶叫你。皇子祥的消息是我泄露的，长娃的长子是我叫他搞的，贿赂参与的银子是我送的。哎呦，多太气的呀！是我买来的，又教坏我了，还有什么倒霉的事哟？来往参见奶奶。来往在，看你才美可怜的，有什么心事吗？没有，奴才能有什么心事？你这次办事愚公，算是奶奶的一幸福之神。谢奶奶。要是以3心2意，奶奶的脾气，你是知道的。知道的，知道的。要是你对奶奶忠心，奶奶是不会亏待你的。谢奶奶。关于一件事，要你去走一趟，请奶奶吩咐。啊，这件事比不得前2件，我怕你办不了。哎，又不是去杀人放火，没有奴才办不了的。正是要你去杀人，你杀人？对，我要你去杀死杀我。奶奶做事从来不能更进，必须斩草除根。怎么不管去吗？过去，慢！
尽力送不要这人一定哎呀，我的妈呀！当真要我去杀人了？生命怪天，非等儿戏，对，我还是到外面躲几天，先把脏话放走，回来再把奶奶哄骗过去。对，我就是这个主意。我走，我走，我走。先生脱胎，把十字挑，我到水空房特不了，一时一时。经不起海浪与惊涛，秋冬生来心情好，早次冷是难熬，细心之中云风涛。是秋冬姑娘，是老爷生计孩儿一的，我都来了好几天了，都是你这个娼妇装模作样，没什么也得把孩儿也残渣，竟叫我到水空房，我骂你个不要脸的小娼妇，先见黑去，满身要的小贱货。雀龙妹妹，你疯了！我骂岳父，我怎骂死你？哎呀，雀龙妹妹，雀龙妹妹，我的雀龙妹妹，先见黑去，雀龙妹妹，神经病！这个雀龙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雀龙它不改变平时模样，把谎言耍破烂。
皇庭神原是妹妹今早了，母熬了碗参汤，你趁夜喝点吧。心中本是骄，你想开一点虽为好礼，我明是知不了，奈快不要这样想，参汤要冷了，快喝吧。奶奶，我方才好像听见有人在骂哦，你听错了，这府里上上下下谁过骂你？你是做梦了。是我做梦参汤冷了，快喝吧。好美美，不闻不听，妹妹情，是错心呀。那么容易发晕的，快就快！装死！姑奶奶，今次与你拼了！你给我起来！你给我起来！他不算金碧所言要你曾开
官来争啊叫，此情情最烈，我曾往此身上在他一呀叫，同是不明啊，一杯他今生同是我命长。想这些有什么用呢？我还需当起精神陪我转枪到那副身府才算高。平儿，奶奶，杏儿奶奶怎么样了？昏昏沉沉，有气无力，我再去为他喝点参汤。啊，慢，我来喂吧，你先去歇一会吧。是。人家养猫做老次，我养的猫轻养鸡。妹妹醒来，妹妹醒来。是姐姐，姐姐来了，快请坐啊！不用了，我在站着和你说话吧。方才曲东姑娘的话，你都听见了。哎，你也不要怪她，只因你那先夫张娃到衙门口进我们家里高上一场。这件事虽变成夫里夫会上上下下的聊天去了，他们都说你什么？在家做女儿子的时候虽不关键，到了宁府与我们曾大爷不亲不怕，说把老爷太太帮我叫了去，指着脸色骂。又骂些什么啊？骂我？哎，不是，你杀骂我为什么偏偏要接没人要的破烂货，把永宁两府的门风都接赔回了？你恨什么？我当初没有听我塞妹妹，我倒是佩服你那位妹妹。你佩服她什么？我佩服她聪明识趣，死得爽快。妹妹，人家事都与他识趣吧。要是都往心里头去，岂非要往我
到如今我心一条命，恨争百姓好名声。再不愿见家家一个人，再不愿见此。
老爷叫我拟日，至今还没有睡你。哎，曲东，你怎么起来了啊？哎呀，人家爷爷没睡，等着你呀。哎呀呀呀呀！你在等我啊？哎呀，二爷，我倒要等着你了。曲东是老爷送过来的，我都来了好几天了，靠你就是不路边。今日你倒要说个明白，要是这个老爷身体不好，我即可委屈了。曲东，二爷是很喜欢你的呀。你喜欢我？不信，不信你就跟我追嘛！啊，哎，情丝有心我下了
不用泪独明。奶奶，